今日帶大家上嚟睇一間天后嘅半山嘅康和苑，因為呢間屋真係比較耐，佢有成30年至50年嘅流歷。佢呢個業主咧，其實係3個人住，一對夫婦一個女女。希望成間屋本身係多啲儲物空間，但係希望間比較大啲。咁變咗，如果喺個平面規劃上面，佢個原則咧，呢個位置個門口喺呢度嘅，咁樣嘅話咧，就會令到佢廚房入邊都會難用，所以變到我哋就將個門口改咗喺中間，做一個 sliding door，令到呢邊咧就可以一揦個暗門嘅櫃啦。呢個咧就可以增加多啲儲物空間，之餘咧呢個可以擺餐台，令到個廚房咧就可以兩邊比較大啲啦，所以變到將個門口擺喺呢邊中間嘅情況之下，兩邊就多咗好多嘅台面啦。我哋就希望呢一幅牆可以做到一個 decoration 嘅效果之餘，其實增加咗好多嘅儲物空間。咁甚至乎可以將個電視掛喺上面嘅情況之下，連埋個電視一齊過嚟呢邊，可以食飯嘅時候都睇到。呢個廁所咧，其實之前係比較窄啲嘅風水問題啦，所以變到佢個門口咧原本係對住個房嘅，咁客人就唔中意嘅話咧，其實我哋調翻轉佢做咗個 sliding door 嘅話咧，其實就令到個空間比較見使咯，同埋好用啲。其實佢本身係2間房，但係因為之前嘅間隔咧一幅實牆嚟嘅，同埋個門口喺呢邊嘅，咁變咗我哋都係將個規劃改一改，令到佢門口喺呢邊。呢邊嗰個就係一張書台，咁呢組櫃就俾隔離女女用榻榻米形式，咁變咗可以令到佢增加多啲儲物空間之餘，個空間會比較闊啲。入到嚟，佢原本個門口喺呢邊，嗰個星盤個位置比較細，所以變咗我哋就會將佢擺到做中間，令到佢所有嘢都歸兩邊，儲物空間多咗，同埋個感受個空間會大啲咯。咁呢間房咧，其實我哋就希望用櫃間開咗2間房，呢一邊咧其實就我嘅主人房個書台，呢一邊就屬於嗰個女房嘅衣櫃。咁佢本身女女係希望有2個 mon， 希望書台大啲，咁變咗亦都多啲儲物空間咯。提一提大家就係呢啲係30-40年樓咧，其實有好多咧都係忽略咗一啲外牆嘅，即係外牆呢啲嘅結構啦，同埋呢啲鋁窗嘅保護啦，同埋有冇換鋁窗啦？出邊有好多外牆漏水嘅，廁所同埋房間中間嗰啲鋼筋像漏水啊，各方面，所以變咗做裝修嘅時候，真係一定要將呢啲徹底嘅嘢解決晒，先可以做到間屋耐用。大家有需要想做一間裝修或者做一間屋，希望可以安心嘅，可以一勞永逸嘅，可以 WhatsApp 我，係啦，大家研究下。